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 Ultra North Kiseki Channel。咁回顧翻上個禮拜啦，個記者會咁，首先好多謝大家咁記者們咁鼎力支持啦，傳媒們咁好多報道啦，咁出咗街之後都好多朋友就恭喜我，多謝我。咁其實我覺得大家個反應第一次你都係可能有錢你先得啫，其實唔係嘅，其實最難係得到佢哋嘅信任呢一下先最難，因為同日本人合作啊做生意，你俾幾多錢佢都冇用。如果佢唔信你，佢根本唔會俾呢個機會你。同埋而家日本足球係佢哋自己國家嘅一個好重要嘅資產，所以我會好好把握今次嘅機會，可以幫到香港嘅球員去到日本度發展。之前4年前啦，咁仲記得我當時第一次去到日本，真係正式簽約到，記得係橫濱 YCC 嘅。咁當時都開咗一個好盛大嘅記者會嘅。横浜本木フットボールマニアックスの佐藤と申します。今日練習に参加されて監督にもお会いしたと思います。でその監督にどういったことをしてほしいとお話とかされましたでしょうか。監督からどう言われたかです。其實教練喺我離開之前日本翻香港搞簽證嗰陣時，其實佢已經同我講要隨時準備好我嘅地盤戰第一場，所以我基本上係每一日喺酒店度隔離嘅期間，我都係每日喺度有一定保持翻自己嘅狀態。所以我想喺呢度講翻少少我當時點樣去簽約呢間球會嘅過程嘅一啲情況啦。咁其實當時係我去日本咧試腳嗰陣時，其實係疫情期間，冇 visa 係上唔到架飛機嘅，所以當時係有個經理人同埋會有間球會係算係一個 promise 啦，就話俾我過去試腳，我先會搭到程飛機過去嘅。咁其實一過去，我係去咗名古屋一個地方，一間球會低組別嘅，就自己練住先嘅 keep 住狀態，跟住之後就等咗大概1個月到，之後就正式出發去一間 J3 嘅球會度試腳啦。咁其實試咗1-2個禮拜都 OK 嘅，但係到最後其實翻嚟佢就話：其實我哋都想簽你㗎，但係又係有一啲原因啦，就唔好意思啦，簽唔到你。所以之後咧我就即刻翻去東京嗰邊。其實簽證咧係得3個月嘅，我好記得。嗰陣時已經係過咗一大半時間啦，即係代表我剩翻個零月時間去揾球隊。如果揾唔到就要翻嚟香港啦。之後我仲記得去咗一間東京附近嘅球會，又係低組別嘅。喺我當時住嗰度都要來回都要成6個鐘嘅，即係去3個鐘，翻嚟又3個鐘。但係冇計，你要 keep 住狀態，準備揾下一間球會，都一定要保持住自己個身體狀況，都有啲辛苦啦，都要去啦。咁仲記得當時其實一早都聯絡咗 YCC 啊。咁其實日本試腳咧唔係話你要去試就試啊，你要一開頭要同佢講咗，你要俾佢審核。之後其實我覺得最大即係當時我係有啲擔心，係因為佢唔會因為你係邊個而我想俾你去試腳就即刻俾你去試，佢係要等到球會球隊有一個真係可以俾一啲其他人嚟試腳嘅時間先會俾你試。我仲記得當時都等咗成大概起碼半個月先等到佢終於突然間係可以嚟試啦。我仲記得之前我係喺呢個東京附近嗰個低組別球隊嗰度比賽，我嘅一個人比完賽之後咧，無啦啦 YS 嗰邊就打嚟，喂聽日嚟唔嚟試腳喺鈴木嗰邊？我話 OK 啊，好啊。跟住原來我仲記得係嗰場係因為佢哋 J3 第一場開波，跟住咧佢哋又有紅牌啊，又有人受傷，所以佢就急需想俾一啲人嚟試腳，如果啱晒就即刻用。所以我就把握咗個機會，就喺嗰場波度入咗一球啦。我記得係2-1反勝個球嘅，但係嗰一刻我就以為實得啦係嘛？跟住佢就同我講話未得，仲要翻嚟先可以正式翻嚟球隊跟操1個禮拜，再睇你嘅表現。咁之後都 so far 嗰個禮拜都 OK 啊。我仲記得最後打分隊賽我都有入波嘅。咁最後就變成咗OK 啦，簽約啦，等到呢個記者會。咁其實記者會唔係即刻開嘅，因為我仲記得我簽約喺正式簽約喺日本咧，我係得翻3日時間我個簽證，所以一簽完約咧，我就即刻去日本嗰邊個
領事館嗰邊啦，就辦理手續啦。原來係唔可以面對面可以攞佢張簽證嘅。佢就話咧唔好意思，我哋都要將你個簽證寄翻香港嗰邊，你要翻香港攞，你先可以再翻嚟日本。跟住我下就即刻好失望啦，因為其實試完腳嗰下咧，個教練員都同我講：喂，我哋冇乜人，都急需你，你要準備你嘅第一場。咁突然間，哇！一下我又要翻去，因為嗰陣時疫情最嚴重嗰陣時，係要翻嚟隔離咗3個禮拜，跟住我仲記得我係住北角某一間酒店嘅，跟住翻到嚟隔離咗3個禮拜啦，之後再要等簽證，等完簽證之後咧，再翻日本，再隔離，成個過程大概2至3個月，所以我當初又冇得練波，跟住翻到去咧就要再操翻體能，所以成件事而家我終於可以喺呢度同大家講係發生緊咩事，咁同埋想講少少之後點解我唔會拍片咧？其實因為當初其實件事都算爆啦，咁其實當初有一啲KOL 啊、YouTuber 會嚟揾我拍，咁但係基於日本其實都J 呢個度都嚴嘅，同埋我自己又想專注翻踢波出咗場先，所以我都真係冇乜點去拍一啲我當時喺日本踢波嘅生活啊，同埋踢波片段。咁我而家唔喺日本度踢職業足球啦，所以希望藉住呢個機會再同大家分享更多以前我發生過嘅嘢。今個禮拜日咧就係而家其實我喺香港有幫手搞一隊波叫 Golden One， 佢而家喺一個叫友誼呢度嘅 D2 排緊一個前列嘅位置。咁如果呢一場咧贏咗咧，就會升上 D1 嘅啦。咁今次咧其實我哋就學習日本方面嘅足球啦。咁之前因為我贊旗嗰隊波係搞咗個1萬人祭個祭典，就嚟支持隊球隊嘅。咁我哋咧就少少地搞咗50人先。星期日夜晚6點 Kings Park 3號場，我哋到時見啦。咁大家記得 CLSS 我啦。咁下一集咧我就會講翻呢一場波到底我哋係贏定輸咧。